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咱要做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备万心、灭倒，来准备来敬拜上帝。我要专心感谢你，伫这的上帝面前，要唱歌阿罗你。我要向你的圣殿跪拜，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阿罗你的名，因为你予你的话最大，赢过你所有的，赢过你所有的名，因为你予你的话最大，赢过你所有的名。这是咱们这赞美团传人来念歌。感谢上帝的恩典再次带领我们一同来到他的殿中来一同敬拜。这时候如果方便，我们可以一同站立，用喜乐的心，将我们的一切的嘴唇的果子都献给我们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最在中的信心，会将它算落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现在我们信心，最在中的信心，会将它算落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我们。从头再唱一次。在中的
星星，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轻轻地祷告，神的应许，保守你前方，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快乐和忧愁，你不曾放弃我。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他们。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愁，你不曾放弃我。你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门。在基督里都是阿门。让我们的掌声归给耶稣。那我们在即将到来的受难周当中，我们更多的渴慕，更多的来思想他的话语，更多的来思想他所为我们受的苦难，更多的让我们来在这当中来领受他给我们的那个盼望，我们期待的那个盼望。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向他说话，向他爱慕他，来倾倒我们的生命。耶稣，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我心满意，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思念，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的，我心满意，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我渴慕寻求，我渴慕寻求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更多的来说出我心满意，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
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更多的来说，耶稣，我要爱慕你，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让我更多的渴慕你，让我心单单渴慕你。阿们。让我们持续站立。这时将永远起来，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来。你着真心、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是亲像是讲，你着听主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用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信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证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时请咱阿头同时参加来祈祷。听听阮的阿爸爸天父上中感谢你，伫神的安许恁，如果引导我每一个人来到圣殿来敬拜主你，主因为你的恩典，你的听堂，阮来感谢你。今日也是纪念主要受难进前的长寿主日，主过来一礼拜是受难周，你为着世间人的罪担来背犯，来担当阮每一个人的罪，当的艰难。主你知，阮伫咧世上，阮会拄着真侪艰难、痛苦、无顺利的代志，甚至亲人离开阮来离别阮，阮心来痛痛。因为主耶稣，你知阮每一个人的需要，但是阮愿望，因为主你伫第三天定时过了后，你有搁活，互有生命的盼望。阮知阮一天，阮嘛是会甲主共款，会搁活伫天里。愿上你帮助阮，阮时也特别将科马桥长老伊的遗嘱放伫你的手中。伊伫昨已经举行安息礼拜。刷来，愿上帝你的安慰的灵，特别搭长老娘带伊的囝儿孙三个地点，愿上帝帮助伊。主阮即时也特别纪念着阮教会有诶伫咧出外，伫外口，为着工作，也是旅游，也是为着生活的需要，无当到伫礼拜堂当三角来敬拜主你。愿上帝你的平安，即时带三角地点，也有倒边床的，伫艰难的，愿上帝你医治看顾，主叫你帮助阮。主叫你也即时，互每一个人拍开阮的心，来听上帝你的话，将你的话、你的信息放伫阮心肝头，诚做阮日常的帮助。愿上你帮助阮，阮愿意将今日的礼拜为头到尾，恭恭敬敬放伫主你的手中。愿上帝你的圣灵亲自带领。阮来伫你面头前啊恳求祈祷，互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这是咱请圣乐队。来咱献诗，社青团契，因为献的有两条诗，求主充满我，十字架是我荣耀。我
这是咱三个来听上帝话，记载伫个信仰约翰福音书12章12节到15节，咱着三个来听上帝话。12章12节，隔日有侪负责的人已经听见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就举棕树枝出去迎接伊，叫讲：好山呐，奉主的名的来的就是以色列的王。愿意得着恶路，耶稣得着一只细只驴，骑伊，亲像圣经所记。顺城的查某囝无得惊，你的王来啦，骑驴仔囝。以上，这是咱要请蔡长老，来咱讲道伊的题目是骑驴仔驹的王，骑驴驹的王。你们这平安。今日我入来时阵吼，行一条，我看到足侪人诶，包括基安长老穿短袖啊，我穿西装，佮夹连裤带，被褥佮摕一个，安尼可以是一类。我才发觉讲吼，年龄真的有差距，嘿，真是嘞吼，互我穿西装，因为圣经无讲一定要穿西装才使讲的啦，只是说要端庄吼，仪容要端庄，互我脱起来先，伊咧较点。真感谢主，咱昨举办考马场长老的个别礼拜，规个定书对头到尾，上帝拢跟咱三个弟弟，但当深深的感受到圣灵与我们同在。可是我在这里要跟各位每一个人讲，我真的跟各位拜托，每个人注重自己的身体，好好保重。考马场长老娘。拜托你，身躯顾好。告别礼拜每一次，你看认识这么久的我们的好的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在天堂会相聚，可是那个心痛啊，短暂的离别就是痛。我真的拜托各位，每个人的身体，上帝赐给我们医生，赐给我们医疗设备，你就要注重自己的身体，有病就要去看医生，看把身体治好。让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面能够活得比较长久，比较快乐在一起。那每个你我户口刷入来安尼，咱到阮户口是刷入来，咱中教会啊嘿，所以拜托啊，好不好？无啥声，票子这较大声嘞，好不好？好不好？那每一个人真正感谢主，咱真正用听三甲做聚会，咱来知每一个伫中教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是咱所听兄弟姊妹。咱今日是开始是受难周，我们抽圣周，天主教说圣周，今天开始是受难周。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五，我们礼拜五有举办那个主观的祷告会，拜沟。8点有主管祷告会，我们用太哲式的祷告来跟各位互相思念陪伴耶稣。请大家把时间拜过来，没有绚烂的讲道，没有华丽的色彩，唯有的是我们的心在主面前完全沉静下来，跟主在一起。所以说，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啊！所以说，基督从来都是很低调的在进行他的宣教的工作。他遭受法利赛人甲文士、法利赛人甲经学士一直甲批评。所以主要说，基督唔捌讲一句话，唔捌讲一句讲我安怎，从来不讲。可是他行了好多神迹奇事啊！特别因为进入耶路撒冷的进前。伊做一项代志，迄是大家足受气的。我掠杀了个我，伊所有的信子啊，不管用册面看到，变太高的得到以后变水的行路，所做工课赶出鬼，还好啊。但是一个死了犹太人的咧，死了3日灵魂已经无伫咧人，伊到第4日，互掠杀了个我哦，孰可忍，孰不可忍。法利赛人怎么可能这个样子？我们今天来看，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耶稣选到进耶路撒冷的呢，
是骑着那个，你看英国国王吼，那开始要出巡吼，就一辆金色的马车后，夹道欢呼，前面还有那个骑兵啊，哦，戴着高帽子，哦，非常的威武。耶稣吼进入耶路撒冷是什么？骑着，注意哈，驴哈是驴驹，什么叫驴驹？驴啊啦，驴啊囝啦。驴在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眼中是不洁净的，马才是洁净。可是不洁净的，可是驴驹是完全洁净的，为什么？都没有使用过嘛。一个耶稣骑一个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哦，足侪人听到啊！哦，迄个要做犹太人的王哦，迄耶稣来哦，哦，这就圣经旧约圣经所解释咱的民啊，你免惊，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哦，我团水，大家都一直多等，等着主耶稣基督要骑驴啊进入耶路撒冷啊！王不是拢骑着战马吗？你看，当然伫规个中间真济，咱的王拢是骑驴啊。驴啊，尤其伫以色列迄个时代是足重要的一个工区，总是驴啊一个特色安怎？温温吞吞，慢慢啊做，点点啊做。我现在看咱国家小长老吼，伫咱教会中间，伊做工课的时阵吼，嘛想点点啊做，慢慢啊做，不夸口。上帝相信上帝记录完全袂夸口的。我拄拄啊，还佫行科学用记录，拄啊咧分享咱教会，拢是点点啊做，慢慢啊做。上帝爱咱是安怎？出对内心替伊做工课。伊骑着即个驴驹，代表啥？是代表和平，代表服务，代表苦难，代表伊谦卑啊！苦难不要都是稳定啊，请咱个会记住，苦难不要就是稳定啊！咱毋免惊苦难，咱免惊试炼。你上帝甲咱讲，我互你的试炼袂超过你会当拄着，我给你的试炼不会超过你所能够忍受的。我们不是就是战马，就像亚历山大征服全世界，他骑着战马，他是要来征服，也是代表尊贵，要代表荣华，代表英勇。可是亚历山大死前讲了3件事情，说请我死后。第一件事情，把我的金银财宝都放在棺材里面，让铺在那个路旁，让大家看到。那第二件事情，记得我的棺材里面，让人家可以看到我的棺材里面没有什么东西。那棺材把我挖4个洞，让我的手跟脚都伸出来，我是什么都没有。你在世时阵，不管你赚偌济钱，不管你偌荣华富贵，不管你做偌大的官，不管你赚偌济钱，到死的时阵是2手空空。可是我们信徒是饱足的啊，因为我们死后的时候，上帝耶稣已经老早替我们预备一个天上的家，所以他今天进入耶路撒冷。我常常来讲，咱莫去见过别礼拜，但耶稣去耶路撒冷是创爱，是要过别礼拜呢。要说进入耶路撒冷拜五的时阵，就要纪念过别礼拜啊呢。要进入耶路撒冷拜五的时阵吼，就要用钉十字架呢。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有咱些兄弟讲，何苦嘞？他是一个无罪的人，所以我们圣歌队这个那个复活节，我们唱求纪念我。啊，张咱的欧妈吼，金惠姐的给咱传下来细胞，你纪念我。我听到的是台北圣乐团唱的，真的非常的好。我听听，我本来因圣乐团我伫7都9就请圣乐团去啊，我在基督教会就请圣乐团去啊演唱过，足水的。可是，张因为可能是个别礼拜，啊，又是圣诞，又是圣诞周到了。我听那首歌哦，我不晓得，我昨天一直听，我本来准备得准备到基本上开始听一首歌，一直听一听一听，眼泪就一直掉下来。求纪念我，主耶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难。他跟我们没有关系，他只是我们把我们的户口迁到主耶稣基督的家，就像我会把我户口迁在中兴教会，我们要把我们的户口迁到主耶稣基督的家，因为他讲说，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大大欢喜，在那个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君王要怎么样？要谦谦和的骑着驴驹来呀、他讲的不是你们要英勇的来降临拯救你们呐、和散那是什么？就是拯救的意思。耶稣是什么？
耶稣是拯救的意思。弥赛亚是什么？弥赛亚是拯救的意思。我要拯救你以色列人，以色列就盼望我们的拯救。到现在犹太人还在盼望拯救，他在盼望以色列弥赛亚来啊，在盼望整个的拯救。可是耶稣是很谦和的骑着驴驹进城，不管多热闹的场合，耶稣都没有讲一句话，很谦和的进去，因为耶稣自己心里知道，我这次进入耶路撒冷，我面临的是什么？是十字架。今天我们世青唱的是什么？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已经脱离，只靠耶稣的宝血。十字架是不是给天小的记号，一个羞耻的记号，已经让人感觉是不是给真做咱真欢喜的记号？咱来看，进入耶路撒冷是安怎呢？吼，大家听到了，犹太人的往来啊，有3个人的铺咧啊，有古代的时候衣服很少诶。一个外色很价值的、很贵重的，他把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让驴走。哇！大家拿着棕树长手机，咱咧大饼仔时煮盆节，就是那少年因出来记吧。所以讲因有大饼仔，大饼仔时就是你把那个砍的树枝，会当扯的树枝扯起来，大哇，真久。大记里面出来记最多的当然是棕树嘛。所以今天我们也成为棕树主日。中主日，我们觉得好高兴，耶稣要进城了，要拯救我们了。其实耶稣进来受苦我们有时候觉得一个人高高在上，其实他是替我们受苦有进来的时候是受苦所以他是进来哇，大家全部高兴，以色列的王啊，和散呐，拯救我们呐，拯救我们的王来了，和散呐，我们拿着棕树，我们呢整个都一直高喊和散呐，我们将我们的衣服铺在地上，让整个驴这样走过去，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得救了，我们得到拯救了，哇！我们再来会过好日子了。我们又要做王，就是耶稣的门徒。在这之前，跟耶稣讲说：如果你再来之前，一个做左边，一个做右边，一个做左丞相，一个做右丞相，我们都当大官了。赖总统5月20号上任，大家都有的紧张了。谁要当部长？谁要当行政院长？谁要做大官？哇！大家要抢位置了。那种从来不讲话，结果我知道他的个性，他绝对不会跟你讲，他要当谁去当院长，他要给谁去当部长。对他来讲，这个都不重要，要的是能够做事情的人，好不好做？不好做。主耶也知道你们现在还在喊我和散呐，喊我和散呐，这些人6天，第6天就是5天以后，礼拜天是第1天，礼拜5是第6天。礼拜5你们会做什么事情？钉他十字架。你看手术都一样，和散那钉他十字架，和散那钉他十字架。你不觉得这个很像吗？我们有时候也一样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然后看到别人说你们基督徒怎么样我们基督徒我不是怎么样，手术全部都一样，和散呐，钉他十字架，手术都一模一样。我们经常一边喊和散呐，一边钉他到十字架。各位别忘记，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经常思考。所以我们知道王他骑着驴驹而来，他是高调还是低调啊？他以前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都很低调从来没有给人知道。然后他在那边医病，多医病，多赶鬼，医病赶鬼，做了好多的事情。有5000个人吃个饱，他行了神迹奇事，有风浪平静。咱拢咧默受啦。没收听我们都在海中沉浮漂流有时候我们觉得居无定所，我们居无定向，我们在沉浮漂流你我都一样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每天都好忙，居无定所我根本怎么能够赚大钱早知道我就去买哪一只股票，早知道我就能够中奖去买什么乐透威力彩，早知道
人生这辆单车的火车就一直走啊，没有早知道啊，走过去就回不了头。今天你没有把握服侍耶稣基督的机会，走了过去，你的生命册里面就少一笔呀。他是高调吗？看起来好像高调，可是他又是低调哎，他没有骑着战马哎，他进去就这样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这样走过去，大家喊和散呐，他也不动声色。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说和散呐，他就举着手啊。我们有时候唱赞美诗的时候，好高兴，我们就会举着手。耶稣没有，他就轻轻举着，因为他知道他进去是受死。这个就跟撒迦利亚跟那个以赛亚书所讲的这些大先知所讲的话，所印证的一模一样啊！他就一个受死，就是替我们受苦的主啊。他就骑着驴，他是以色列的王，他确实是以色列的王，他不只是以色列的王，他是全人类的王。所以我们这是小驴驹耶，我们都希望我们是个小驴驹耶。我现在在座每个兄弟是个小驴驹，我希望我是个小驴驹，做的是什么？最卑微的事情，做的是什么？是让主耶稣基督能够使用我，能够差遣我。对我来讲，是用最美的一件事情。到现在，成大跟台大还不死心。哎呀，蔡某某啊，这样好了，你时间不够的话，那你礼拜六来教书啊，我礼拜教书可以赚2万块钱。教授795，我可以赚2万块钱。啊，你来教书啊？可是我说礼拜六很忙，做什么？我要准备讲道。讲道我钱拿啊，讲道没有钱拿。可是钱比你2万块还多。我的钱是在天上啊，我当然比2万块还多啊。我这礼拜天啊，礼拜天更不行，礼拜天要做礼拜啊，偶尔请假一下不行吗？不是偶尔，请假一次都不行，没有叫做偶尔。服侍上帝是最漂亮的钱，对我来讲，你赚的再多的钱，就像那个财主所讲的，也就是说，戆人啊，你贪掉全世界，你看没给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了，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到现在，他们那个秘书就进来说：“喂，他要进来，看能不能开个课，或者去演讲一场也好啊。那个价钱我们可以再谈。我又不是跟你讲价钱，我又不是明星，我又不是经纪人。我没有时间，我有时间我就准备讲道了，我有时间我就开会了，我有时间我就把我的事情做好。到下个礼拜，我就自己再开玩笑，我有5个职位：院长出国，我代理院长；副院长出国，我代理副院长。”那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出国，也就是我们院长接的，我代理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我自己本身是监察委员，我有一个代理国家人权委员会副主，我本身就是国家人权副主委，我有5个职位。所以我觉得我下礼拜很好玩。下个礼拜除了去宜兰巡查以外，下个礼拜2开始，我中午都没办法休息，开会，决定事情。可是为什么到晚上我一定没有应酬出位外宾来？我要准备讲道啊。我能力不足我要准备讲道，我每天讲道，我希望在上帝的面前是真的用圣灵的讲道让各位沟通一个驴驹，我们看到什么？耶稣骑着驴驹来是表演吗？为了迎合旧约的时代的撒迦利亚先知所说的，你的王要骑着驴驹来，说耶稣是骑驴驹吗？他为了表演吗？所以他骑着驴驹啊。马太福音写是2只驴驹，那是有点写错，那时候翻译的时候翻译错了，应该是就是1只驴驹啊。他骑着驴驹来，然后他就静静的，他有找人去欢迎吗？我们要找人特别做一个场所吗？就像在竞选的时候，我们台湾经过选举，要选举之前，然后要走过哪个地方啊，就安排人，要说安排要发表一个表演场所，就好多人去竞选，就有动员呐，或去包围警服们呐。有时候你看我们总统前面哇，好多人。都动员啊，开始去串联啊，我们去欢迎啊。耶稣只是静静的骑着驴驹来，可是老百姓自己就传了，以色列的人要王来了，以色列人的王来了，以色列的王要来啊，以色列王要来，咱大家出来甲欢迎。伊去是要去王宫，甲拍倒迄个罗马政府，拍倒罗马政权来做以色列的王校，像马加比修港，像马加比推翻了罗马的王朝，没有。
他来是告诉你们，我是世界的王，我要来拯救你们，因为你们饶我的罪已经没办法得到赦免，我来洗清你们所有的罪。可人家了解吗？连门徒都没办法去了解。所以相对的，我们呢，你有了解吗？你有了解他是以色列的王吗？你有了解主耶稣在你身上的分量吗？你这辈子你营营碌碌、汲汲营营的，你做的是什么？你做的是什么？你真真正正，敢要讲我有真正为着主奉献我的全身躯无？我会记伫民国61年52点钟伫重庆教会，看面长了，你还有印象哦，对无？咱伫遐地长啊、孙子啊、李美阿姨啊、基安林啊，大家拢伫遐。52年前呢，我们那时候骑着脚踏车去布道，我们敲着脸盆去庙。人讲吼，如果现在可能被赶走哦，那时候都很好玩呢。我们去那边敲锣打鼓，在那边讲耶稣的，讲那个圣经的故事哈。那庙里面还会端茶给我们喝呢。现在不晓得会不会哦，他们都觉得很好玩。哎，你这少年叫想过来，茶给你啉。那时候觉得传道好美哦，想想已经50年了，多美的一件事情！你叫我说有遗憾吗？一点都不遗憾。到最后那一秒，我眼睛闭上，我都不遗憾，因为我可以为主工作。因为我为主工作，所以我一辈子都是主在替我安排，我不必交际应酬。那讲要做大官的交际应酬，要做啥的交际应酬，我都唔免。什么人我拢无熟悉，甚至。反正讲出来，搞不好会播放出去。我把电话嘛划掉啊，大家都找不到我，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找到我。我今讲出来，甲你敲电话讲，蔡某某啊，无希望你来斗相共啥物，拢卖。那比如敲电话讲蔡某某，你要来参加圣歌队，我会跟他说好，可是等我喉咙好一点，那个没问题。可是如果总统府打电话来说，可能要跟你安排一个什么职位，说不要，我还有3年监委可以当，让我好好当好了。我不像今天阿琴修讲，我看到阿琴在计程车来，匆匆忙忙走出来，其实我很感动。他就是为了来练歌，他坐计程车来，然后用跑的呢。伊拢无注意，我咧看伊咧走，嘿，哦，阿琴走足水的，以后你计走互恁看。为什么心呐？真的把这个当一回事啊！如果他在家里，他绝对不会去坐计程车跑进家里呀、后面丢了满杯住了后家，他等下跟丢没冲爱。可是练歌很重要，因为要服侍上帝，所以他用坐计程用跑的，那就是一个服侍的心呢。我们所看到的，有人对你们说，那个主耶稣，他要迁离居的时候，他就根本都说你去迁离居。但是有人对我说你要做什么？你说主要用他，你去把人家驴居放在外面，你去人看你的驴啊囝来，甲讲啊主要用你，甲讲你笑的，搞我偷看物件，你看多么奇妙哎！他圣经所讲是什么？立刻。让他迁回来，多奇妙的一件事情！圣灵的感动，不是我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都用我们的常理在判断事情。我们在浮萍中，在在海面上漂浮，我们的人生就像在海面上漂浮，一直在漂浮。哎呦，救我，救我！其实主耶稣的船就在旁边啊，一直看着你说，为什么你在那边喊？你很简单啊，我的手就在那里啊，你的手给我牵一下就好啊。就上来了，可是我们还说救我，救我啊！主耶稣在旁边看着你说：“那为什么救你？我手在这里呀、我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是要救你们的，不是救我呢。是耶稣不是说救耶稣呢，是救我们大家哎。可是我手伸出去，你呢？你的手有没有伸出来？你没有呢，你还在那边看。”主耶稣啊，救我，救我！主耶稣在那边一直看着你，我的手在这里，你一直喊救我，救我！海浪又来了啦，天又黑了啦，大雨啊，暴风雨啊！主耶稣救我！主耶稣在那边看着我手在那里呀、各位，当你遇到困难，当你遇到病痛，
谈到折磨，谈到快乐，谈到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做的事情，你有没有交代你的主？你有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将你的手伸给主耶稣？你有完全交托给主无？完全伸手给主耶稣基督无？你没有呢？你甲多画家己哦，开药单哦，主啊！我希望1、2、3、4、5、6、7、8、9、10，主啊，甲你祈祷拢无效。啊，主啊，讲像我前礼拜咧讲的，讲你敢若讲我互咱中奖，互我中奖，主甲你无是讲，啊，你有去买无？你敢无买？你要中奖？主耶稣救我，你手就不伸出来，怎么救你呢？而且做什么？立刻，圣灵，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圣灵感动你做什么事情，立刻。所以我今天早上来特别跟那许淑清长老说一件事情，谢谢你告诉我们徐马昌长老，否则你想想看，徐马长老年纪已经95岁了，他没办法下来跟我们做礼拜。也许我们就忘掉了，或者我们就忽略掉了我们的家人呢，咱好口头的人呢，啊，你给忘掉，以后你怎么办？你不会难过吗？所以今天特别跟许淑清长老谢谢，因为他先讲的，还好，那个也谢谢。咱弟兄姊妹容许我们中兴教会，我们来做所有的这个整个程序。而我们也谢谢城市之光的陈牧师，也从头陪我们到后面，真的很谢谢他。我跟他在那边，在那个火化的时间，跟他做了好多的交流，因为我们都为主在工作，侍奉不分彼此，做的是什么？能够荣耀上帝。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以赛亚。就听见有声音说：“我要差遣谁呀？我要差遣什么人呐？”以赛亚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差遣我。”如果今天主耶稣说：“各位弟兄姐妹们，我要差遣谁呀？我要差遣你们去做什么事情？”大家就看着他，差遣他啦，差遣叶基安，叶基安圣经读得比较好，差遣叶基安长老，差遣那泽文做事情比较牢靠，这是泽波，泽波国安局呢，国安局好可怕哦。可是国安局最近泄密，我在查啊。所以啊，我们都是指着别人的，你去做，你去做。以赛亚告诉我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差遣我，差遣我。”当我第一次20年前去盐水教会的时候，是刚好碰到我妈妈中风，他们请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是40年的无名传道者，他请我爸爸去那边讲道，他们说3个月就可以请到牧师了，请我爸爸跟汤孟中牧师，汤孟中牧师你们在好消息可能可以看到他，一个汤孟中牧师2个人轮流去讲道，一人讲道2礼拜。我爸爸向我讲：“你看你妈妈。”所以讲，我为什么今天讲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你复活节中式主日嘛。我爸爸讲中秋主日很重要的节日，我袂当去，就着你啊！我讲我心还袂准备好，伊讲你家上帝祈祷，还是你的代志，交我有关系。你妈妈呢？你甲看我头有可能去？我就偏往咧，我去我甲上帝祈祷了。我实在是有当时感觉讲，上帝安尼敢会使？不是圣经讲到，不是你懂圣经呢，讲到是圣灵有没有感动你呢？就圣灵就真的感动我。那一场的礼拜，会有听得很感动。之后，再就受难周呢，我去盐水教会就立刻受难周就开始。盐水教会的会友到现在我想想都很单纯。我说：“那我们礼拜1到礼拜5，我们都来祷告会好吗？”他们说好。我自己有吓一跳。就我们礼拜1到礼拜5，到礼拜5，甚至别的教会的人全部跑来盐水教会祷告会。我们祷告会都很安静，那这就是点个蜡烛。他全部就安静的祷告，那有长子来读圣经，读完大家坐下去唱圣诗祷告，没有殉难的语言，因为大家心都沉痛，想耶稣为我们受死，你到底为他做了什么？你付出的是什么？我们都要说立刻，立刻，立刻！你有立刻吗？我们所看到他是我们的救世主，他所以是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所以我们看到近日之间发生什么？发生一个玛利亚妇女拿着拉大的香，很贵重的香料，洒在耶稣的脚上，用她的头发去洗耶稣的脚。
哎呦，犹太吼管理财务的讲，哎呦，无菜偷贼，那么浪费，那个可以卖好多钱。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哈，那种冠冕堂皇的，我们奉献很多的人都有旁边认为说，奉献那么钱干什么？他以为他家有钱哦，为什么你不奉献？我所谓的奉献，不见得是教育的奉献，有时候是发生什么灾难，人家捐献呢，那就会听到那种发牢骚的，就有人有声音出来，那个为了博得名誉，你看，故意骗了10亿，你有没有奉献10万？那骂人家在作秀，奉献10亿。那时候不是一个叫做那个忘了那个防御女神，她呢募了好多的医疗用品，有没有就是那个那个医疗用品结果就很多人讲她说作秀女王，防御女王应该改成作秀女王。你看每次奉献东西都还要再拍照，为什么你不奉献？光讲人家在奉献，我们要奉献给上帝，我们在服侍。为什么都是你在服侍？为什么这些长子，我就看他不顺眼，他思维都比我差？你该选谁都平衡，我等起来那相对的，我们都奉献，谁思维好，谁思维坏呀？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好的。每个人记住，我再讲一次，你们每个人看看你们自己，转过头去看看，不要忘记。认识不认识？不要到天堂都忘记，说我忘记你了。认识你。我们每个人都上帝所喜爱的，每个所造都是上帝最美的产物。你如果的头脑好的才是上帝所创造好的，没有每个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头脑的好坏，谁的头脑比上帝好？谁的意念比上帝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最好的产物。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拉撒路。有人说，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件事情，耶稣哭了。基督教西伯人考，真的吗？没有昨天我看到很多会友都在哭，这不应该嘛？那应该很高兴啊！95岁福寿全归，荣归天国，你们哭什么？不哭才不是人呢。如果你是子女，因为上帝给我们有感情。耶稣跟拉撒路这个家庭好不好？当然就好哟，马大马利亚、拿撒路那是足密切的、足亲密的家庭。他一听到两个姊妹跟耶稣讲阮小弟当病要死去啊啦，死去啊啦。然后我们听到玛利亚。除了得嘛，甲讲耶稣还袂赴啊啦，死啊啦，歹去啊啦。所以到因兜时，玛利亚，甲耶稣足好的呢，很生气。耶稣常常在那脚前听耶稣在讲道的人，居然跟耶稣说：“耶稣啊，你若较早来一步，伊就袂死啦。因为犹太人说第4天灵魂都已经不见了。耶稣啊，你若较早来就好，我若知啦。有一日咱去天堂阁3期啦，但是你著较早来咧就好。”耶稣去了，讲，伊不是死去啦，伊是睡了。就像昨天我们读的是《提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告诉我们讲的是什么？那些信徒是睡了。上天他指明的实事极其宝贵，睡了。拿撒路因靠仔人，迄个以色列人若死的时候，拢甲包，规身躯甲包咧吼，插油啊，规身躯包，放到山洞，伊拢甲大门刷开，拿撒路转出来。拿撒路，赶紧出来！你拢免去扶，赶紧出来！来，叫恁去扶就好。耶稣他叫你去扶，你们也要工作啊！不是我耶稣去自己扶他，是你们要去扶他，把他扶出来。全城拢轰动啊！哎呦，这个人太搞，我们拿册没看到，那摆开会行路啊！那个太哥得到以后啊，个死人会个哇，那遐搞啦！规个城拢讲耶稣高高，耶稣高高，耶稣高高。为着安尼，足侪人要出来举指耶稣啊，因为你要做王啊，啥物人上无欢喜？迄个法利赛人真正都想着就起毛真足歹，那有遐搞的人啦。我叫法利赛人要安怎啦？好，大家都多开会，这人无死袂使，饿死在摇篮中。
一定要有耶稣死，所以底下开始计划耶稣庙耶稣死，耶稣徛到进入耶路撒冷，就是因计划庙耶稣死。这足趣味的吼。一方面敢若咧做王呢，其实是要计划耶稣死。上上失望，也问道啦，哎哟，哪会失望啦？我都未了解耶稣，你是要来做王？你是安怎？他甲你讲，你会死啦，死了要搁活啦。耶稣啊，你是要做王的呢？先甲咱讲就足趣味的，讲伊事后吼，他想起来这代志，因为耶稣要甲因讲有一日，我要甲你三甲地的，因为耶稣要搁活嘛。伊去说，原来耶稣咧讲这，就是伊要搁活，迄个那他又甲放到伊个骹，讲这是为着我以后所备办的，因为我会死会过身呐。讲耶稣都有可能会死，神哪有可能会死？伊嘛是会死，因为伊是死，是要用肉体代替咱下面咱总会做。这法利赛人咧开会，咧开什么会？出地赛，这道嘛。捏杀话当搁我这个代志都做袂到，但是这袂使我去做了，这我去做了以后吼，绝对是所有的信仰拢总伊的上伟大无私，就是耶稣。这样会使阮这粒笔，阮这法利赛人，阮这经老师，阮这祭司头，阮要做啥行过？开始开会啦！大家拢离开去对耶稣啦，不能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在讲一件事情：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呀。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嫉妒啊！见不得人好啊！尤其我们在官场里面，我们见到的是，你做得再好，那么讲官场，你伫公司你有发觉无？你做工课永远是几个，愈无用的做愈多，愈用的吼，即便代志交代互伊，伊做无好，煞毋敢交代伊，愈来愈无做，所以讲有人定倒遐，逐日咧看报纸，有人是做到要死，拢搁加班。你讲有公平哦？我觉得没有所谓叫公平不公平，因为你在做，其实主管都在看。因为我已经当了，算一算，在明年我就当60年公务员，60年，我当60年公务员，我真的所看到的那些以为做了很多的事情，人家不理他的人，最后都高升。反而那一些觉得说，你甲看，这个要死要创啊呢？打卡先去喝咖啡吃早餐，吃完以后看报纸，看完以后又中餐了，又赶快去打饭了。中餐吃完以后，总是要睡一下吧。睡完以后，哎呦好累哦，东摸摸西摸摸，下班了，准备下班去打卡去花园走2000，又到下班又打卡，一天又过了。可是那些人最后就永远停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开始心里不平。前我就把这猪生，为什么不生我？每次一有升迁，就一大堆黑函来。那个人为什么？那个人永远在巴结长官为什么升他？我已经资深了，我在这边干了公务员20年，永远就是做个小职员。你刚喝咖啡，你有时去当领都算袂歹啊！你个多来埋怨，贝如你不要埋怨了好不好？我们贝子就领激烈了，我们不要骂他了。贝子在很认真，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罪孽是高过我们重担要靠耶稣的救恩才能得救。最后他是再来的君王，我很简单讲，他真的是再来的君王。他居然不是现在的君王，而是再来的君王。因为有一天，耶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耶和华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我要抽你做你的脚凳。”耶和华以后会再来。等他再来的时候，带着荣光的冠冕也过来，所以主要说基督过来，所以殷勤谦虚，互咱家主要说上帝更好。咱这是物件已经，这上帝更好啊！咱已经透过上帝遐，所以遐日子要三个和好啊。横的是叫我们兄弟姊妹要和好，而且把每一个人的事情都当作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多来查经，顶礼拜咱就查经，去多见长老去参加感恩长老的个别礼拜。咱会话长老来伫遮替咱讲圣经，拄讲圣经迄阵都来讲咱的士师记的最后一章21章25节。迄阵时阵无王啦，个人任意而行。什么叫没有王？耶和华就是你们的王，上帝就是你们的王。可是他们的王就是，我都有爱有看起的王，所以说当中就会有看起的物件。咱现在去雕刻偶像，偶像都看有啊。我问你，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哪里？看得到吗？上帝在哪里？新年告诉我，上帝在哪里？看不到哦。你有看到上帝吗？好像没有哦。
上帝是无所不在，要去体会他。就像爱因斯坦所讲的，大家都说他是无神论，他只有讲一句话，他说用我的知识来讲，如果没有一个主宰，不可能宇宙的运行这么顺畅。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人，和散那，和散那，这些人哦，注意看哦，这人最后做什么事情？赶快和散那，定义的西比给。和散那，和散那，5日後，第6日，等於你 CP 等於是5日後啦，等於你 CP 等於你 CP 我感覺手勢攏共款。你最近看我手勢攏總共款。和散那，等於你 CP 和散那，等於你 CP 雖然有當時吼，天天看和散那時，家己咧說字咧，有可能你將耶穌等於 CP 然後佮笑講伊是猶太人嘅王哦，有夠夠哦。你出嚟花和散那是出對心呢？你講有出對你心，伊嘛是出對心咧花的呢。然後甲耶穌拍拍咧，佮甲滴咧起白面女子，也是佮後壁，佮搭一個西牌啊。伊是猶太人的王，他是猶太人的王，所以以賽亞書告訴我們，他承擔我們的憂患，背我們的痛苦，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我們的罪孽被壓傷，有逼迫。因為條咱受苦逼迫，伊無開始親像油掠到受台地。最後，李知軒這真實的一個人物在韓國。李知軒，你們注意看，他出了一本書，叫做《哭過才知有幸福》。你看他後面是什麼？是耶穌的十字架。李知軒，她是韓國女子大學，很漂亮。韓國人通常要整形才會很漂亮，這樣可能有點歧視的哈。韓國人很注重整形，我就這樣講好了。韓國人注重整形，你看我們玉芳跟玉文就不去整形哦，玉文跟玉芳就沒有整形，不必整形啦，就很漂亮的。但相對的，她真的很漂亮，是大家公認的一個美女。可是，在一場車禍裡面，她有55%的挫傷哎。他結果他住院7個月，經過11次的手術，胸底胸可怕，胸燒傷是最難醫治的。現在李知軒，他出了一本書，跟大家講我很幸福。怎麼會這樣？他不是以前才會想他很幸福嗎？他李知軒，他的家庭很快樂。到現在家庭還是很快樂，他很愛他的哥哥，他的哥哥經常背着他走。他有他最大的，他有很愛他的媽媽，他的媽媽永遠陪在他身邊。尤其更重要的，他最大的支柱是他的團契。他的妻友們跟他非常好，所以他的受傷那段時間，每一天他的妻友們都陪伴在他的病床禱告。所以他說的病床的禱告是他最大的力量。他每次在病床裡面就看上去，病床裡面就有窗戶，因為裡面病床是暗的，外面是亮的。他就看到窗戶，他就發現他說：“哦，窗戶裡面是十字架，主耶穌為我們受苦，我這點苦算什麼？我還有我有的生命哎。”所以說為我們受苦哎，他就說這個世界的窗戶就是我一個最大的安慰，主耶穌都可以為我們受苦哎。所以他的書裡面特別寫了一句話，每次我讀到這句話的時候，容許我用一個時間來讀這句話。這句話是這麼寫的：藉由我微小的痛苦，感受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也感受到他被視為低賤的罪人。耶穌紅感覺是這麼無用的罪人呢，都要甲踢笑。你不是跟你講猶太人的王，甚至咧兩個插啊定的。其中一個大賊哥講：“你足夠的哦，你上帝囝，啊，不你家跳落來就好。”人攏甲踢笑呢，佮做一個刺皮美女，講這是猶太人的王，互你一個王冠。刺皮吼，足刺，插落點仔講刺皮，你甲摕玫瑰花，我獻你一朵玫瑰花，啊玫瑰花你也刺無摕出來吼，會插着手。你個愛情變憤怒的哀罵。那相對的，李知軒講起來為什麼？我們可以感受到。無名無面的卑微者的氣氛，一去感受到耶穌用苦毒，耶穌用侮辱，耶穌用凌辱，迄個痛苦。所以伊即陣注意的痛苦，伊才感覺講啊，好珍貴，感謝耶穌哦。因為如果沒有這份痛苦，我沒辦法像現在一樣真心體會
耶稣的爱，感受别人的痛苦。最后来说，各位来讲，亲爱的姊妹，过来是受难周，是圣周 （Holy Week）， 为了主耶稣基督，咱每一个人爱献上家己，伊谦谦好好骑着驴仔囝进入耶路撒冷，为着你，为着我来受苦。咱当体会到，咱来搁在这边体会主耶稣基督。真正伫咧身躯顶做成最大的事，请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受苦，你一路进入耶路撒冷。我们以为你是要做王，是的，你是真的要做王，但是不是做世上的这种君王，而是要拯救全人类的王。让我们在这个礼拜里面陪你受苦，让我们用祷告托住我们所有的一切。因为求你安慰徐马超长老的整个的遗嘱，让他们知道，短暂的分离虽然不舍也痛苦，但是有一天我们在天堂还要再相见。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84首，大家大欢喜，俄罗来吟诗，请起立来吟。请坐，这时请咱闭慢心来奉献。
这是将启立来吟唱的诗。这是请咱游玩起来，咱吟上营400首，吟诗山咱请带着了咱足岛上营400首。万自怜爱甲你同在，阮去下所在。满足所你心心的安宁，甘你分享最天堂，亲像糖老的儿子，一望无安咪看见主的感。请咱议员起来，咱也是上帝祝福。我哋得到最后所记到无穷无尽的恩典，天父上帝永未改变的疼痛，圣神的安慰扶持，今日三甲之地，特别甲苦马超长老为作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请坐，这是我先来报告，请咱看咱的周报。后礼拜有担任迄个圣礼圣工的同工，将毕凡心提早来教会。方言的报告，请家己来看。消息报告我有几项。这礼拜拜五受难日3月29，暗时8点伫教会举行祈祷会，邀请兄弟踊跃来参加。过来后礼拜3月31是国外主日。教会有国外一个赞美礼拜，请兄弟邀请朋友共同来教会。因为国外这是咱迄个基督教真重要一个日子吼，请咱邀请咱朋友来参加。三马团契伫迄天下晡2点，伫咱礼拜堂要举行国外一个福音茶会吼。希望的味道，欢迎大家邀请咱的朋友，也是讲咱的子女来参加。后礼拜同工，请家己来看。后个月后几个时间一定伫后壁，咱家来看。咱昨有去参加迄个科马桥长老因的安息礼拜吼。今日个科长老娘伊查某囝徐梦婷吼，有来咱中间。徐梦婷要来讲几句话吼，请伊来头前吼。看你要在这里还在那里？各位，怎么样？喂，有听到哈？弟兄姐妹们，大家都平安。真的好久都没有看到大家，尤其我看到好多生的面孔，也有旧的面孔，我觉得真的也是很感动哈。我觉得我们都是基督徒，真的在主的爱里都是一家人。我也很感谢，就是长久以来默默为我们家人祷告的长者，还有弟兄姐妹们，谢谢你们的爱人的心，因为神就是那个爱。谢谢，神就是那个爱，有主的爱，所以我们人才有办法再去关心别人，再去爱人。真的很谢谢你们来参加，昨天来参加家父的那个告别式。我没有想，我昨天听到，真的很感动。听到那个爸爸以前的那些朋友们，他说爸爸是一个
很善良的人，而且是默默为教会这样子做主工。我觉得我觉得心很受到安慰。其实我也很久没有回来母会，因为我现在是在三重的城市之光的教会，对啊，因为我在那边我也有我自己的小组。那今天看到大家，我真的是很感动，你们还是默默的纪念我的爸爸。我也相信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也是纪念我爸爸早期在这边所做的事工。所以说，虽然爸爸很久一段时间没办法来，但是我相信你们爱他的心、爱神的心及爱他的心都是一样的，因为你们默默的为他祷告，默默的为他付出。我们代表我家里的人来感谢各位，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也特别谢谢那个蔡长老、蔡哥，对我觉得好久没见到蔡哥，我觉得第一次看到蔡哥，我都忘记蔡哥的那个他是蔡哥，对，因为我很小的时候，蔡哥就有来辅导我们，对啊，蔡哥真的好久没见了，对啊，还有那个陈国义长老，还有郑博文郑长老，真的是还有许淑清许淑清姐妹，那许长老，她也是大力的来帮助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你们，很感谢你们的帮忙，让爸爸的告别式真的很顺利，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来，一切都要跪上去，一切都要跪上去，要跪上去。徐梦英给我们感觉不一样了哈，徐梦婷哈。那我觉得他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他家里很多人哈，好久都没有来教会，特别说他的许新华、许文华哈，还有他的小孩子哈那个智化哈，我们很希望说，因为我们印象很深，因为以前那个智化都是靠丢牛算的出来助理哦。很快就跟着他来哈，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特别为他们家族祷告，那把他们家族其他所有人还没有信主或者好久没有来礼拜堂，还有那个宁兰他们都能够带到教会来，我们特别为他们家庭来祷告哈。这时咱请也既然丢了哈，咱嗨，好，可以，你可以多补充2点都没问题。特别的感谢那个叶长老，对，刚刚漏掉了，不好意思。那还有就是那个蔡哥，你昨天的证道深深打动我台中大嫂的心，真的有触摸到他。他就说，原来你们基督教那个的告别式真的是跟一般的宗教很不一样。他说，这很让他很感动，很有震撼感。他觉得说，他很想要来认识我们的神，对，那也请各位为我大嫂陈秀珠来代祷，因为现在她是我们家里，因为爸爸走了，所以很多的大小决定都是大嫂。那假如说这个果子能够结成的话，我相信我们家后面有更多的果子都可以结出那个荣美的果子。也谢谢各位，我们也把那个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谢谢主，也谢谢大家，谢谢。很好，我想西马超长老的过世哈，它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可是它会结出更多的果子哈。那我们通过昨天的那个安息礼拜，我想给他们家族也带来很多的帮忙，也很多的安慰哈。那我们继续为他们家庭来祷告了哈。好，我们现在请叶基安长老来讲那个接下来马可福音。亲爱的平安。马可福音我们就讲到大概第5章以后了哈，第5章以后，那其实我们看到马可福音里面碰到的这一些需要耶稣的，都是一些残障的、精障的，而且患着鬼的、患着瞎，都是这一些人所以耶稣才会讲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健康人不需要医生。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台湾那个宣教史里面也是一样，来信耶稣的大概几乎90%都是在像哥林多前书1章30节里面所讲的29节，都是一些无有的、卑贱的，人家看不起的。神因为透过耶稣基督，让他们成为智慧，成为圣洁，成为救赎。这里我们知道需要的人才要耶稣了，在破病人健康人不需要。所以我们也想想，我们是不是需要耶稣了？看起来好像需要，但是很多常常我们只是那些在观看的人。
和5000个吃饱的是大部分拢在看的，大部分都看的啦。啊，有些人是需要说他要吃饱，因为他没有东西吃，需要耶稣。哦，这里特别讲到哈，那个在格拉森的时候，耶稣到格拉森那边去的时候，伊去叫格拉森哦，有的是讲迄个加大拉遐来，伊经过遐去那一边的时候，看到那一个在坟墓里面被血领辖制的那一个哈，在马可福音特别有讲到，只有马可福音讲到了，说那个鬼哈跟耶稣讲什么呀？说上帝的儿子啊，我们的时间还没有到呢，你要我们受苦吗？哦，他特别这样讲啊，马可福音怎么讲呢？说因为耶稣曾经叫这个污鬼出他的身，曾经叫，后来那个污鬼又跑进去了，只有马可福音这样写了。再来我们可以看出来哈，后来这一个人好了以后，他跟耶稣讲说他要跟耶稣了，但耶稣讲说你回去你的家乡，将我在你身上所做的告诉那里的人，所以他不允许他跟耶稣了。我们知道每一次都不一样哦，每一次不一样。我们知道在耶利哥最后的时候，那个巴底买他就跟耶稣跟耶稣其实跟进去，就是今天看到的蔡长所讲的，就是要进耶路撒冷，就是要被钉十字架。其实就是这样。再来另外一个我再讲一个，就是有一个小孩子不是耶稣上山吗？上山有一个小孩子说被邪灵辖制嘛，那他的门徒替他要把他赶出去，赶不出去了，所以下来的时候，耶稣下来的时候，那个他的父亲呢，就跟耶稣讲你若能请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怎么讲？耶稣说在信的，你若信有的加一句，你若能信那个能有画点点，那个就是多出来字，加出来字啊。你若信，有的甲讲迄应该打问号啦，问号。对迄老爸讲。迄老爸甲耶稣讲你若肯，你若肯啦，你若会啦，你若会，你就将阮这囡仔甲医好，你若会。耶稣讲你若信你若会。耶稣讲在信的凡事都能，不是你若信，不是问号啦。所以咱真济迄个好本的圣经讲，反正你若能信，在信的凡事都能。其实那个是问号。耶稣咧甲迄个老爸讲你若会。不是你若会啦，你若信，凡事拢会啦。其实那个讲起来很简单信不简单啦，信不简单。我举一个例阮过高就要去嘛要去礼拜堂啦，买好迄个地较早若无买，即马买买不起啦。因为起超有6倍以上啦。即马去本来讲超1亿1000万啦，尾来讲还1亿7000万啦。所有的会友拢讲无法度啦，阮遮大家拢做田的无法度。你若能信，在信的凡事都能。咱即句咱会做金句咧背嘛。咱想讲敢会，所有的会友80%拢讲无法度，毋通去啦。哪会去到遐济钱啦？即摆会阁较济钱无？会阁较济钱，因为台积电要阁伊较实，所以阁叫愈无工。所以说你若能信，看起来很简单，那个信看起来很简单，其实非常困难，非常困难。碰到就知道非常困难了。碰到你就知道非常困难。你若能信，另外一个就是讲，耶稣医好了这些人以后，他们都归荣耀给神了，都归荣耀给神。归荣耀给神。有的讲有的讲有的迄个外就是迄个，不是犹太人呢。他们也说以色列中真的有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是这样其实信跟得到医治，跟你需要都一连串的了。需要的时候你信你会得到医治，然后接着呢你会归荣耀给神，那个是一连串的。我另外佫讲一个信信。那边有传道咱知影伊是迄个交大的讲师啦，他有他交大。台积电也曾经请他写过那个教案，半导体的教案。你知道
他是理工的哦，啊，结果他为什么祷告呢？车未发哦，手滑车祈祷啦。啊，我当时想啊，你咪读理工，啊，你若安尼想，伊讲吼，伊讲叶对咯，车未发呢，啊，我伫迄个那维吉尼亚遐啦，车未发伫山区啊，我要安怎？换手祈祷啦，换手祈祷，甲因迄个因太太讲吼，嘛换手祈祷，伊甲我讲吼。怎会发啊？啊，赛转来，够差不多2年都没有故障。你若能信啊，好啊，迄天听迄个，听这个什么人？这个，佩服技术啦，吼，伊咧讲，伊讲他妹妹的那个，因不是因小哥啦，吼，就长征因弟弟啊，他在台积电嘛，案子做不出来怎么办呢？因妈妈甲伊讲哦，换电脑祈祷啦，换电脑祈祷，按着电脑祷告，有没有效？真的就解决了，啊，按着电脑祷告。其实常常叶先生也在解决不了的时候回来就说：“爸爸，赶快替我祷告，赶快替我祷告。”做不出来啊！啊，其实为什么？需要的时候你就需要，好，需要的时候，不需要的时候就不会了。啊，需要的时候，啊，这个是。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马可福音都一直在讲这个立刻怎么样，立刻怎样。另外有一个哈，那边有传道提出来，他说马可福音讲到说那个撒种的比喻哈，说30倍、60倍、100倍。马太福音讲啊啦，讲100倍、60倍、30倍，两个不同。为什么？因为马可福音是对罗马人讲的，罗马人会把那个最后哈，就是重点摆在最后了。犹太人是把重点摆在前面。这2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写法是不一样。啊，他特别提出来，我是跟各位分享的哈。以上。多谢叶长老，带咱真好的解释。这时请安静，咱来闭祷来闭会。好，咱这是来讲平安礼，咱正下人来讲平安，嘿。